大家知唔知道德文入邊嘅 gift 唔係指禮物，而係毒呢？咁點解同一個詞喺英文同埋德文會咁唔同嘅呢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小心交朋友。gift 同 gift 呢啲睇起嚟或者聽起嚟相似，但係意思完全唔同嘅詞組，喺語言學上稱之為假朋友 （false friends）。其他例子有日文嘅大丈夫同埋中文嘅大丈夫，仲有親友同埋心中。而 gift 呢對詞組其實來源係一樣嘅，呢個詞可以拆成 gift 加 t， 原意就係名詞化嘅給予，後來引申為禮物。喺古英語同埋北歐嘅古諾斯語亦都引申出嫁妝，因此喺北歐各語言 gift 用作形容詞嗰陣係指已婚嘅。但係喺德文 gift 就同拉丁語嘅 dosis 發生語意借用，即係 semantic loan。呢個詞嚟自希臘語，字面意思係給予，但係醫生就借用咗嚟做給予病人的東西，繼而引申成劑量，亦即係英文嘅 dose。德語移植咗呢一個意思進入字面同義嘅 gift 入邊，而高劑量嘅藥物往往有害，所以 gift 呢一個詞語喺德文就變咗毒。呢一個意思甚至蓋過咗給予禮物嘅原意，更加擴散到北歐等地，令到而家只係得英文同埋荷蘭文等等嘅 gift 係指禮物，而德文同埋北歐主義嘅 gift 都係指毒。給予嘅意思只係保留喺少部分複合詞上。想揾到更加多嘅假朋友，就請繼續留意我哋之後嘅片啦。各位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